我哋就要直接咧就拍維港啦，冇錯，呢個就係維港嘅景色，一片一條河，乜嘢都冇，乜嘢都冇。邊段嘢好啦？對面就係嗰度啦。Yes， 對面就係嗰度。係咪仲有乜嘢啊？有個建築啊！都有建築啊！嗰個有啲科樂園嗰個有建築啊！係咩？對面就係咩嘅地標啊？會展啊！OK。剛才拍到會展。剛才我哋就拍到會展啦，今次咧應該就過去嗰度。我見到 Panasonic 嘅公司喎。Panasonic 公司。哦，就好似過就喺呢度啦。到點港ferry Harbour City。下一站係尖沙咀碼頭海港城。我們即將回到我們的終點站尖沙咀碼頭，在這裡您可以換乘渡船小輪、暢遊園區野或者前往擁有100年歷史的尖沙咀鐘樓大塔。紅燈 ING。尊重文藝青年，觀後部的是不可以錯過終點站旁邊的大型商場了。We are heading back to the bus terminal. 等紅燈 ING。係啊，我諗住影佢入美集嗰陣時候，我唔係諗住去過嗰度。我影完先啦。尖沙咀碼頭啦，喺呢度你可以喺渡海小輪上向由維多利亞港或者具有100年歷史嘅尖沙咀鐘樓影相打卡。太空館、藝術館同文化中心就啱晒藝文迷。中意買嘢嘅你，又點可以錯過總站隔離嘅大型商場呢？應該差唔多到啦。哦。咁我哋就差唔多到㗎啦。謝謝各位乘搭九巴由香港 HK1，下車前請你帶手您的行李，拜拜啦！啊，係喎，今次咧記得訂住我啊！如果中意我嘅視頻嘅話。
嗰邊就係啲 AIA 嗰啲嘢玩嚟。嗰邊就係唔知邊度一帶。佢對面嗰架彩色嗰度。係咯，係啊。誒，今日有架彩色的渡海小輪 ING， 今日超多人啊！好多人啊今日超多人啊！冇錯，超級多人啊！有個彩會嘅。唔要啊！你講啦。天星小輪嚟啦。Panasonic。Panasonic 公司。超撚正嘅嘢，好正嘅船喎！哇，好正嘅船嚟！哇，超級世界級超人遊艇啊！希望呢條片之後可以爆紅啊！係啊，希望呢條片可以爆紅啦！唔凍啊！咁我哋咧就嗰個五糧咩啊？哦，係啊，呢啲飄下藍色嘅咧，應該就係船仔嚟㗎啦，冇錯啦。哇，仲未到嘅，好慢喎。未開嘅。哇！打一次到底需要幾耐㗎？打一次到底需要幾耐㗎？5分鐘到。哦，5分鐘到。呢仲1分幾鐘啊？應該。但係今日比平時慢，因為今日大咗。哦。知道。或者佢根本就冇開咯。大咯啲。或者佢根本就係停咗咯，就咁解啊。佢可能根本就係停咗。咁佢好似根本就係停咗咁樣。平時5分鐘，而家20分鐘。分站俾嘢啊！哦，OK。係咯，變咗喺嗰度，而家係變翻快咯。三板仔。係啊。呢啲就三板仔啦，認住啦。呢邊都應該準備到灣仔碼頭。到啦，係咪5分鐘到？係啊，到啦。係咪真係5分鐘到啊？5分鐘幾？係咯。呢邊就 AIA 摩天輪 ING。記唔記得你嚟過 AIA 啊？記得，其實主播之前就嚟過 AIA 㗎啦。今次咧，我哋就以前我細多哥搭過摩天輪 ING，都差唔多到啦，拜拜咯。